即进行第一位分享者，第一位分享者咧是叫做伊晶，目前是伫中教大区域甲社会发展科系学生，伊是一个台南关庙人，拄好和阿东拄好是共乡，伊今日要和大家来介绍啥物叫做18岁公民权，即个18岁公民权甲咱有啥物关系，有啥物重要性，安尼说的时间就交互伊晶。伊晶你咧甲麦克开开哦，你的麦克。大家好，会当看到我吗？会使。会使哦。安尼，等一下，我足久无来讲话啊。莫紧张。我有一点仔紧张。莫紧张，遮大家拢足好诶。会当看到。有，即马目前有看到。好，安尼会使。今仔日我要讲的是我甲18岁公民权。我是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袂晓用台语讲我的名，所以我用华语讲。我是王怡静，我今年19岁，我伫台中教育大学读区域为社会发展系。我19岁，这足重要。19岁是足重要的年纪，大家爱记住19岁，因为19岁甲我等者要讲的物件有关系。先来问大家，恁伫细汉的时阵，敢有听过一句话是号做“恁仔人有耳无喙，政治足太高，恁莫去参政治”。即两句话恁敢有看？恁敢有互恁厝内时大人讲过？有听过。拢有有听过。其实18岁公民权，就是要互18岁少年人会当有权利去参与公共代志，就是上简单去讲，就是讲要互18岁的人会当参与政治，会当投票选因介意的候选人。但是今仔日阮为虾米爱支持18岁公民权？因甲阮的生活有啥物关系？第一个关系就是阮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但是全世界敢若只有11个国家的公民权是搁较悬于18岁，亲像新加坡是21岁，阮台湾是20岁。伫全世界的国家包括中国、北韩，遮大家拢感觉因也无自由，因也无民主的国家，为虾米？因即两个国家拢已经是有18岁公民权。中国甲北韩拢是伫我无记毋对的话是1950年迄时阵就有18岁公民权，但是阮台湾即马阁是20岁的公民权。阁有第二个支持的点，就是伊即件是立法院所有的立法委员拢同意即个法案。你支持18岁公民权，毋是讲你支持特别的政党，你是为着阮的权利去支持少年人的权利。阁有上重要的是权利甲义务的平等。我毋知要这要安怎讲，歹势。平等。因为伫法律顶悬，阮一定爱，阮18岁、19岁的人，一定爱为着家己做的代志去负责任啊。但是阮袂当投票决定制定这法律的人。阁有18岁的查甫囡仔，因伫年底拢会收到迄落要去做兵的单，但是因袂当投票选择伊的总统，就是
伫国家要求伊去为国家打战争的时阵，伊袂当投票选伊的统帅用台语要安怎讲？敢是总统？总统，嘿，就是总统啊！因伫军事上是讲统帅，就是无共的词，但是共意思。所以我就去甲一群好朋友，阮伫因为这伫年底投选举选市长共一天，就是恁会当加领一张票。去投是毋是要互台湾变做18岁公民权？但是阮发现讲，我甲阮一群好朋友发现讲，足侪人佫毋知年底除了选举，都佫有即个18岁公民权的投票。所以，阮甲我的好朋友，阮就去街仔顶悬去甲大家宣传讲。年底除了要投市长之外，佫爱佫有一个18岁公民权的，会当投票。所以阮有用的时阵，阮就会出去，伫透早到暗时，伫早市到夜市，伫车头到庙口，拢会当看到阮伫遐伫。对大家宣传18岁公民权。阮伫遐宣传的时阵啊，阮有拄过足毋支持的阿公阿嬷，因为因拢会感觉讲，恁仔人啊，恁也毋捌政治啊，恁拢伫学校内底读册尔，恁拢袂晓想啊，恁为虾米会当投票？无爱啦，无爱甲你同意啦。但是阮嘛有拄过迄个行过去的民众，看到阮伫宣传，因着买2大袋饮料，要来互阮支持。所以阮有拄着足毋支持的民众，但是阮嘛有拄过足支持的民众。但是阮伫街仔头咧宣传的时阵，有足侪人伫，因为阮拢会选人较侪地方去宣传，因为才有较侪人会当听到，所以阮会徛伫一个椅仔顶悬，就是我看者，我应该有看，就是安尼，就是我会徛伫一个较悬的地方，啊，就感觉逐个人若像咧看我，感觉安尼，就是会足紧张，但是阮讲了后落来时阵，阮就会感觉足欢喜，因为我感觉我为着阮的权利去甲大家讲，就是去甲大家宣传，希望因为着少年人的权利去投票，互少年人会当参与公共事务，公共会当去参与政治。安尼我的分享就到这。请大家若是对18岁公民权有兴趣，还是有问题想要问我的，拢会当来甲我问。多谢大家。好，多谢怡静的分享。大家就今日会较了解18岁公民权的代志啦，吼。好，即卖时间就交互大家会当来问伊问题。即卖时间先交互阿英主持一下。好，安尼大家若是有问题，会使来问阿晶。敢有人想要来问问题？你若是想要问问题，你会使举手，你的画面下骹有好朋友。他们拄仔有听到讲，
恁有拄着一寡人是真无同意恁的即个议题，想讲少年人毋捌政治，想讲想要问讲，恁拄着即款人的时阵，恁是要安怎去应付？歹势，我拄啊网络有问题，你会当搁讲一摆你的问题？就是头拄有讲到，恁定定拄着一寡无同意恁在讲的遮话的人，若是因直接甲你讲，我无同意你，你是要安怎去面对即个人？阮会看讲，阮伫对一个地方，搁有若是阮伫，因为阮会去夜市，嘛有伫车头，嘛有伫庙口。若是伫夜市的话，伊无同意，伊就行过去，伊就袂甲阮特别讲，因为阮会发迄个宣传单，伊无迄个，伊就伊就袂摕阮的宣传单，伊就过去啊。若是特别伫遐讲，我无同意啊，迄种，阮就是无要莫插伊。就是继续讲阮的，但是若是伊有要甲阮，因为我是无拄着，但是听讲我其他的朋友是有拄着讲想要拍因的，迄时阵就是阮迄阵朋友拄啊好是有人会晓迄落，就是阮会选迄落，就是人较侪的地方伊做势要拍阮朋友的时阵，就是边仔有人去甲伊撩掉，就是无要互人，无要互伊去拍阮朋友迄边，就是阮会看迄个时间，甲看迄个地方去决定阮要做啥物款的动作。多谢。好，所来第位请讲。喂，你好，安尼声敢有听着？有，安尼会使。好，安尼我要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因为比如讲，即马18岁公民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讲，要甲迄个选举的资格，甲年岁是脱钩嘛，对无？就是即马就是变做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要用啥物款的标准来鉴定讲，即个人有资格通去决定咱国家的代志，毋管是民选委员，还是总统，还是其他拢，还是县市长即款的。你对这个问题有啥物看法咧？有用啥物款的方式去鉴定讲，这个公民有资格？有迄知识背景，通好来决定咱国家的代志咧。好，多谢你的问题，就是因为阮即马的20岁公民权伊是足久以前的法律所定的，迄时阵的教育敢若9年尔，但是阮即马是有12年完整的教育，阮伫学校就学着要去安怎去对政治对阮国家的代志，阮伫学校，尤其是高中的时阵，阮就会学甲即款的知识。知识而且即摆阮会当收到阮会当伫网络伫电视、伫手机顶悬收到足侪无共款的知识阮就会当去有家己的想法，去决定阮国家的代志。好安尼
可能后壁佫有人有我简单问者好啊，就是讲，因为认真要讲起来，你伫高中学，你头拄仔讲诶，就是讲你伫高中学着遐知识，而且佫有即马较侪资讯来源，吼，通好去通好去分别讲即代志诶是非安尼是啊。问题是讲，因为咱嘛知影讲，即马教育系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拢是考试较侪啊。较罕你有迄种吼思考性迄种课程，啊，阮是要啊，即摆现主是即摆即讲迄种教育状态咧，啊，就是讲，阮要安怎相信吼，即摆毕业出来遐18岁高中生吼，有够价迄落够价的迄个能力，通好去参与政治咧。哦，这是我可能后壁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即我今日看后一个人的问题。好，来后一位请明峰，请讲。你好，你好。迄个我问讲，你是伫咧台南咧宣传着无？无一定，阮会去足侪地方，阮有去过台北、台中、宜兰，台中。屏东，我忘记做过。屏东台湾拢屏东，就是阮台湾拢有去行过。哦，恁同台湾拢行透透就对了。嘿。哦，厉害厉害。那安尼你敢会用台湾话来宣传？阮会看地方，若是伫较南部，亲像嘉义啊、台南，遮就会用；高雄遮拢会用台语。但是去较北部、台北遐就无一定，爱看去迄阵朋友敢有人会晓讲。那安尼敢有学校，还是啥物款的老师有邀请你去迄个学校内面？哦，就是咧教是安怎，咱就爱有18岁公民权。迄个宪法是安怎？迄个佫有啊。嘛有人问讲，这就是为着要修宪嘛？这修宪的过程是做啥款嘛？是用个做一个机会教育啊？哦，敢有即款的经验？就是去学校咧做宣传。即马是无学校邀请阮去，但是有迄落大学的学生会因家己开，甲18岁公民权有关系的迄落会，邀请阮大学生去听，但是毋是学校办的，是因学校的学生会办的。做迄落学生听你安尼演讲了后，敢有啥物款的感想？敢有啥物款的迄落敢有甲恁斗支持？敢有是有啥物反对的声音无？因为较少年的人对18岁公民权是支持是较侪的，就是因大学生听了后，拢普遍是支持的。哦，安尼哦，恁定叫因吼，伫迄个11月20几号，对毋对？11月26号。11月26号，迄天定叫大家转票。对啦，爱加领一张票。好，对，我是甲你支持啊，加油！多谢多谢。所以安尼咱话，你的访，小姐，听讲 ，LEAH， 你会记甲麦克开开哦，嘿。好，你好，我拄则要问一个问题，毋过即马轮到我煞袂记我问啥，听甲伤认真啊。就是拄则伫咧讲政治，讲有时阵拄着一寡小小的人。看到人伫咧宣传，就要来甲人拍安尼。
我嘛是感觉有一寡安尼诶人伫诶，所以真烦。啊，你敢有互拍？无呢，我就是感觉真烦，所以我从来嘛毋捌甲人讲过政治。伊真敢有捌互人拍？无，我无，因为我拢是去迄落，我拢是去迄落较安全的地方，就是较迄落较济人的地方。伫迄拄着互人拍的迄组是拄啊好去着一个较无人的地方啦。哇！啊，真正有，我来呢。啊，但是拄啊好就是有人行过去，就是有迄落甲因斗相共安尼。啊，有安怎无？无，因为有人甲因迄落甲迄个人掠掉。哦，有送去警察局。我就毋知影后壁发生啥物啊，我就听到遮尔。哦。这我甲你问个，我感觉敢若伊足细汉来问你，惊讲毋知对无？就是要问讲人拄着，到底是要安怎才会使？甲人讲政治，啊，毋免拄着小人。阮就是先确定迄个就是迄个人，伊的迄个政治的，伊支持对一个迄个政党，若是伊甲我支持的无共款，我就是先。甲伊讲一寡较有迄落大家拢支持的物件，伫遐豆讲，对吼，先甲伊问吼，嘿，问对方，就是先讲出一个共识。嘿，先讲一个，个豆有咧。所以是讲，我毋是宜兰人啊。我讲宜兰 Q， 毋过我毋是宜兰人。头拄有人问。了解。现在你会晓讲宜兰 Q？ 我嘛毋知影呢，就可能毋知有啥物。是大人。你倒一个来？无啊，是大人嘛是桃园人啊。好，咱可以让后最后时间来问看来交流一下啦。来多谢。好。安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大家若有啥物其他的问题，还是有啥物其他的意见，会当写伫咱的白板顶头，会当留互伊静来看，还是留伫最后的时间，会当做伙来甲伊静问啦，吼。好，安尼咱肯定就爱要刷来第二位分享者。我阁有一块代志爱处理，所以我先离开当会当阁传问题互我。好，所以大家若有啥物意见，我会当斗相共会当传互伊静来看啦，吼。多谢伊静今日的分享。反正我刚才较多一好，第一请讲。好，就是看伊静啊，佫一个想我快速讲一寡迄落口音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因为我听头仔听落就是算讲一寡迄落算建议啦，就是讲伊头仔你有一寡字袂晓嘛，所以可能讲小可大单者，就是你头仔迄以前你的迄录音拢大部分拢无用，可能要请你注意一下，因为就是音甲音可能要分较清的，留啊噪音片。佫有迄个宽是佫宽字，毋是宽字哦，佫有是正经，毋是赞金哦。佫有咱台湾话无语迄个音嘛，无语啊，拢讲对啊，咱来讲法律，会讲法律，佫有迄个啥？哦，选举拢会用诶，就是无人讲选举，选迄个语啊，无迄语的音啦，嘿，你录音可能要注意。譬如阮头讲家己迄字歌无伊，就是我甲因个我，就人安尼，可能要小注意者，迄个爱出来，无迄音意思会走精去。嘿，
伊前可以会当伫书后咱看迄个强编的笔记，会当小可看一下安尼。迄就是爱注意迄音内底我有挑迄落红色的所在，可能爱注意者。就讲迄合吞音嘛爱注意者，迄个即音，安尼真好。我咪搁讲啊，歹势。好，安尼多谢伊真今日精彩的分享。